一個發展在前，房價曾經睇到5折頭；一個發展在後，房價喺最高峰亦都超過3折頭。唐家高新區呢兩大熱門片區，到底應該點樣揀？今日我將從6個維度同大家講清楚、講透徹，到底邊個先係唐家高新區嘅潛力之星？首先，從規劃定位嚟睇，唐家半島係集總部經濟、商務辦公、會議會展、旅遊度假同埋高尚居住為一體嘅濱海新城區。而唐家北圍嘅定位係珠海北部嘅樞紐，灣區高端產業服務平台，高新區服務嘅第一站。唐家半島發展得更早，居住屬性更濃，居住環境唔一定好熱鬧，反而更多係生活品質嘅體驗。而唐家北圍係產城融合模式，顧名思義就係產業同埋城市嘅混合嘅意思。佢發展得更遲，成個片區從2016年8月先開始拍地。但係佢嘅起點更加高，規劃亦都更加合理。佢既係交通嘅樞紐，亦都係未來高薪人才嘅聚集地。從交通方面嚟睇，唐家半島往南面走就係珠海市區，距離主城區好近，一條全長28公里嘅情侶路海岸線，沿途風景非常之加分啊！加上輕鐵快線已經通車，無論係香洲啊、橫琴，亦都係去唐家北圍，甚至係中山嘅馬鞍島都非常之方便。而北圍咧就係以珠海北站作為樞紐，港珠城際同埋廣州地鐵18號線直通廣州。規劃中嘅深珠通道同埋舊年6月30號已經通車嘅深中通道直達深圳。綜合嚟睇，唐家半島更加靠近市區，而北圍嘅交通規劃利好更多。但係深珠通道仍然處於規劃中，未來存在不穩定性因素。從商業配套嚟睇，唐家半島由於發展得更早，商業配套更加成熟。人行力同埋格力海岸商圈已經運營咗好多年，可以滿足唐家半島居民嘅日常休閒娛樂。而北圍最大嘅商業體寶龍城，由於發展商資金鏈斷裂嘅原因，導致呢個商業一直冇任何嘅進展。目前只有萬科利同埋大德世貿廣場嘅開業。而華潤總部大廈已經官宣，2025年底將會有3000名金融人才從深圳灣外遷到珠海辦公。人氣嘅逐漸增加，自然能夠推助商業體嘅落地。片區嘅商業配套利好仲有好多，但係仍然需要時間去等待。從教育配套嚟睇，唐家半島教育資源齊全，唐家小學、前環小學、中大附中附小已經全部投入使用。而北圍所規劃嘅17間學校，李和小學同文苑中學李和校區全部都已經開學。而備受矚目嘅唐家香山中學已經動工，總投資9.2個億，係一個規模為84個班，可以提供4200個學位嘅全寄宿制高級中學。根據2025年嘅最新消息，香山中學將會喺2025年9月借校辦學，每年預計招收1400名高一新生。從產業實力嚟睇，兩者都係高新產業片區，但係相對嚟講，北圍嘅產業更多。科創類產業就有國機機器人產業園、珠海城市大數據中心、匯金科技、中意加速器、華金智慧灣、智谷園深廣場等等。唐家半島就以金山軟件為主，所以唐家北圍嘅產業實力更強更多元，產多又有成。從樓市行情嚟睇，經過呢幾年嘅下行周期，兩個片區都有所回落。唐家半島嘅價位從最高嘅29000到43000嘅巔峰時期，回落到現時嘅22000到33000不等。產品主打高端改善為主，例如華發綠楊灣、天恒灣景、太陽九月灣等等，全部都係清一色嘅海景大平層，剛需上車有一定嘅門檻。但係片區嘅土地開發程度已經接近尾聲，預計今年年尾將會進入全量房時代，唔會再有新房市場。而北圍嘅價格從最高嘅19000到31000嘅巔峰時期，回到現時嘅13000到21000不等，選擇較多，例如華潤置地廣場、正方心月灣、天地園悅唐家、美的寶龍城、怡景名庭、清能領袖會、格力海雲居、人行河濱花園等等。而挨住文苑中學李和校區嘅格力海雲居，總數唔到100個就入手49方嘅單位。片區整體房價較低，剛需、投資、改善都有。綜合嚟睇，唐家半島發展比較成熟，產品定位高端，環境好，房價高，適合改善。主要承接嘅係市區嘅外溢需求，同埋全國各地嘅度假養老群體，係珠海本地人同埋外地人比較熱衷選擇嘅片區。而北圍由於產業嘅落地、人口嘅加速落戶，疊加重大嘅交通規劃，正以肉眼可見嘅速度發展。同時房價相對較低，
承接嘅深圳嘅愛益需求。右手北圍嘅人群睇嘅遠期，搏嘅係深珠通道。最後幫大家做個總結，如果你嘅投資客，唐家北圍係一個以小博大嘅片區，周期長嘅同時伴隨住更多嘅風險。如果你係中短期嘅投資計劃，可以對比下金灣嘅航空新城。航空新城嘅配套非常齊全，亦都非常細緻，所以你要花多少少心機喺揀配呢個環節，因為呢個環節直接影響到你未來嘅增值空間同埋轉手率。然後就係改善同埋養老嘅朋友，唐家半島用嚟度假養老，環境確實係唔錯。行出門口或者係5萬方嘅白沙灘，以及由多個公園組成嘅77萬方嘅金銀灣公園。當然，揀唐家半島嘅朋友亦都可以對比下南灣同埋十子門，呢3個片區幾乎冇咩差價，但有住同樣嘅優秀居住環境同埋配套喎。不過蘿蔔青菜各有所愛，唔知點揀朋友可以聯繫我，我係荔枝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